来看宜兰县台湾地理影视协会一个志工，伊表示时啊真关心海洋甲环境的议题，伊争取到海保署的补助，伫南洋溪溪口以孤山岛为意向，捡水流茶甲废弃的鱼具，做出5只海龟上花生卵的装置艺术，希望提高民众对海洋环境的重视。 伫海保用具捡来的水茶，制作5只海龟意象的装置艺术，采伫南溪河口。具尾是将废弃的鱼躯漆成白色，塑造海龟上花生卵的景象。艺术品内也阁会当互游客休群。宜兰县台湾地理影视协会志工林永进制作这组装置艺术品，是要唤起民众对海洋环境的重视。台湾本岛只有在大概南澳地区只有零星的几只。 外岛不算的话，只有几只上来产卵，所以我们才希望说做一个回归的这个海龟，然后做它上来产卵的那个意象。林永进表示，海边的水茶无应该永远的漂流，应该会当想办法，互民众更较亲近，以呼吁公部门。海保的本色甲水茶只有捡无路用，应该为源头管理，才会当真正改善问题。希望未来海龟会当中华海保来承认。 林业署的志工伫南洋溪口捡粪扫，宜兰县海岸线长106公里，海保安怎清洁是一个难题。依照行政院向海地级计划，只要接到民众通报海岸垃圾，就会透过平台通知海岸管管理单位随去清理。会去做上游或是中下游的一个拦污所的拦截垃圾。那这海洋舰队部分就是鼓励那个渔船他们在做渔业行为的时候。 在海上捕鱼的时候，要把垃圾带回来。过去宜兰县海保捌发生水茶伤济影响渔业，甲粪扫破坏保育类海影生态地问题。在水茶甲粪扫要安怎为源头管理？县环保局表示，河川部分有甲环管单位合作，伫中小游设置乱污所。渔业粪扫是透过环保舰队种类来清洁，毋为源头管理解决问题，也毋过上重要的，也是民众的公德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